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。三頂形態說明股價喺一段時間內觸及3次相近高點後回落，形成擴展 M 型結構。佢通常由3個大致等高嘅高點組成。第一次上漲築頂回落，形成左頂；第二次再漲到相似水平，形成中頂；第三次形成右頂。頸線連接3個頂之間嘅低點。當股價向下突破頸線嗰陣，就係賣出信號，預示趨勢可能反轉下行。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Picks 內實操睇下。呢一次我哋以港股0066港鐵公司嘅圖表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三頂形態，可以睇到喺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經典嘅三頂形態。10月首次觸及高點31.5蚊之後回落，11月再次漲至相似水平30.5，形成中頂；1月初第三次觸及30.5，形成右頂。1月股價跌破三頂間嘅低點27左右後，股價便一路進入下行軌道，直到24年4月底先至開始回暖。此外，三頂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Pattern Scanning， 選擇三頂形態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裡面近25日出現過呢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，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。敬請關注，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